位觀眾大家好，又到 Cyrus 塞萊斯嘅 channel 啊！歡迎收睇今日嘅怪談神秘學，又到怪談神秘學時間。今日同大家講下六合彩中獎嘅機率啊！哇，其實都關鬼神啊宗教事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咩前世今生？有啲人話中六合彩其實哇好容易，有啲人話好難嘅，因為懶得去買呢啲人係啊。但係買還唔買？其實六合彩其實大家都可能即係夠18歲，你學生哥你冇得買啊。但係你大個走去買試下。我諗睇下中六合彩啲人話機率究竟有幾多咯？嗱，你要中3個字，哇！你起碼都要有成幾1%嘅機會。安慰獎啊，講緊3個字，好簡單。啲人話3個字好易中嘅，都唔易啊！你睇翻個數字，其實佢200-300%嘅機會啊，黐線，200幾300%嘅機會喎。咁即係話其實你點買3個字都好難中。咁有啲人就話：喂，3個字都咁難中，唔係咪係啊？就係咁難中。你買咗3579啊，中咗359咁3個字，你唔好以為好容易，其實好難。有啲人話：喂，咁3個字都咁難，咁6個字頭獎仲難，中晒齊晒個6個 number， 唔要特別號碼，1300萬分之一嘅機會啊！喂，咁睇翻其實中六合彩頭獎呢個機率，哇，真係即係低到好緊要，13萬分之一喎，13萬分之一機會，你諗下，哇！即係你茫茫人海咁多市民一齊買六合彩都未必中。你睇翻前幾期嗰啲金多寶其實都係13萬分之一，你點買？其實有幾多人買幾多張六合彩飛，你都未必會中。有啲人話：喂，電腦買又會中啊，自己手畫手揀嘅都會中喎，六合彩真定假㗎？但係我今日唔係想同大家討論下六合彩究竟你話買與唔買，或者買幾多係點樣會中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，你六合彩中獎其實都係關宗教或者鬼神嘅事。咁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其實有啲人話：喂，中獎唔係偶然嘅，唔係必然嘅，因為中獎其實都係關你嘅福報。又或者你投入人世、投入人胎之前，其實早已經決定嘅。咁有啲人話：喂，咁中3個字係中，中6個字係中，係啊，係真係中。但係個獎金多與寡、多與少，其實係有分別嘅。你話中咗頭獎、大獎、即係頭2、3獎嗰啲，大嗰啲獎，你咪命水好啲，係啊，所謂命水，你咪運氣好啲。中咗3個字啫，中得個雞碎咁多啲，咪基本上我覺得中咗啲雞碎咁多都有啲好，可能都有啲道理啊。但係可能即係做好普通嘅善事小事咯，係啊，所以冇咁大福報。有啲人又話：喂，其實唔係啊，其實註定你嗰日走去買咗張六合彩飛，所以先中啊。有啲人又話：唔知前世幫過邊個，欠咗邊個，走嚟還債，所以你今世可以中到頭獎。眾說紛紜，個個都話係關之前你輪迴轉世啊，前世今生事先會中六合彩。今日就同大家探討話係與唔係啦。嗱，咁首先講下中國東方嘅宗教先。有啲人話中獎其實係累世嘅修為嚟嘅。東方中國嘅宗教就佛教、道教啦為主啦。佢話係一個7世或以上嘅修為啊，即係話其實你累世要做得即係好人啊，善事做得多先有嘅。咁頭2、3獎走唔甩㗎噃。7世，咁7世究竟做啲咩好事啊？幫人係幫人。我唔知嘅，有啲人話前世，我唔理。我如果用現世嘅角度講話咩做義工嗰啲得唔得咧？其實我唔知。但係個問題係總之幫人善事，咁可以攞到頭2、3獎。其實啲人話係咩福報嚟嘅，真係福報嚟啊！哇，好大嘅
福德啊，好大嘅一個福報嚟嘅，即係根據佛教、道教係一個累世嘅修為嚟。因為佛道融合，其實佛教佢講嘅係人係會有輪迴轉世啊嘛。你死咗上世，你唔記得咗今世，你唔記得咗你嗰一世嘅事啊！你飲咩孟婆湯啊？咁佛教、道教佢話要累世嘅修為啊、功德啊，先至可以有咁大嘅福報，承擔咁大筆嘅錢，先至中到六合彩喎。咁所有嘢其實總括嚟講，其實佢東方嘅宗教所提倡嘅累世修為，其實就係得兩個字，就係福報。咁如果按呢個邏輯嘅話，咁其實如果一個人你要有足夠大嘅福報，先至可以中到成功大獎、頭二三獎嘅呢啲大額嘅獎金嘅金額嘅。咁有啲人又話：喂，唔係喎，我都信佛教、道教，但係買極都係中得個40蚊。中咗3個字、4個字、4個半字。但係其實你冇睇少，可能都有福報嘅。但係問題係，你累世福報，你累世修為唔夠頭二三獎嗰啲人犀利。咁或者可以解釋到，如果用東方宗教嚟講啊。咁西方宗教。基督教、天主教為主，食幾多着幾多，你話中唔中六合彩咧？其實係上帝俾嘅決定，係上帝恩賜，因為佢係一種生命嘅資源係有數得計嘅。六合彩，有啲人話買複式7個字、8個字容易中啲。其實你可以睇翻聖經，其實都係同數學相關。頭先我講過，你中六合彩，你要中6個字，1003萬分之一嘅機會。你點買都得，49個字任你買。你點樣買？你有本事買晒佢，你買唔晒你就一定有機會唔中。所以呢樣嘢係有數得計嘅。如果你信上帝、信基督嘅話，你會知道，你咁樣買點樣買，你都冇辦法可以確保100% sure， 肯定一定會贏到六合彩嘅頭獎，或者2、3獎，或者大額嘅獎金。3個字可能如果你識計數喎，3、4個字你可能中到，但係你要中到5個字以上比較難，因為盤數好襟計。你越中上去嘅機率越接近1003萬分之一嘅機率就越難計，所以你好難買晒所有嘅 number 或者咁樣買晒上去，無論你係單式、複式定係膽拖都係一樣。所以西方宗教冇講錯，基督教、天主教嘅嘢都冇講錯。其實呢啲都係數字嚟，數字遊戲，好襟計。咁你話頭2、3獎其實無論東方西方都係咁講，頭2、3獎都係俾啲有運氣、有福德、有福報嘅人去中獎。你睇下東方即係佛教，佛陀一出世，佢要錢有錢，要權力有權力，要女人也有女人。佢有某啲類世，佢係一出世就係王子嚟，不愁衣食。佢自己就可以專注咁去打坐啊、修道、修行、弘揚佛法。好簡單啦。其實講真，我唔理你修咩好，你有錢梗係乜都收到。呢啲就係福報。睇返天主教，上帝恩賜其實聖經個講嘅賭博、講贏錢，其實呢一樣嘢係基本上差唔多冇提及，但係唔係完全冇根可尋。大家如果睇翻聖經提多書2章9節就會知道，有一句係你們要服從掌權者，你要提醒眾人順從作官的、掌權的，遵他的命，多行善事。所以你可以見到，其實呢一句其實上帝想帶出嘅話語就係
其實所有有錢有權有勢或者獲得比較多福報嘅人、多資源嘅人，係因為佢累世或者前世或者喺投入人間一出世之前，就已經決定到佢有幾多福報福德，或者有幾多所謂嘅恩賜，有幾多所謂嘅運氣，所以佢就可以擁有較多嘅資源、較多嘅權勢、權力威勢去做佢想做嘅嘢。所以你見到其實無論你係權力啊、女人啊、金錢啦、地位啦，都係由上帝或者係由天去決定嘅。你食幾多、着幾多，都係由天去決定嘅。好，所以其實你話喂，無論東方或者西方宗教都好啦，咁其實中六合彩係咪真係會整定嘅咧？我覺得其實除咗你話本身我哋一出世之後，我哋遭遇啲乜嘢，我哋有幾多錢，我哋跟邊個父母，我哋嘅家庭背景、經濟能力係點樣，其實我覺得都係整定嘅，因為咁樣就會一開始就取決於我哋可以使用到、享用到幾多嘅資源，同埋有幾多嘅資源嘅優勢，去方便我哋日後成長嘅發展。但係個問題係六合彩咧，咁賭博咧？我本身冇錢，我本身窮困嘅。咁如果我靠六合彩嚟變有錢人，咁得唔得啊？啊，冇話唔得喎，聖經佛經都冇寫喎，東方西方宗教都冇話唔得喎。你買六合彩買中咗，你變有錢佬得唔得？得喎，其實。先唔好講話一啲出名啲嘅例子，講個冇咁出名，好似前2010幾年印度亞星咁。我走去北角個渣華道嗰間馬會，求其亂咁買，臨到9點鐘閂門嘅時候入去，買一張40蚊電腦飛，中咗4000萬大概。係啊，有人發現佢而家移民去加拿大，啲人話佢使剩1-2千萬喎，使咗一半。大家你可以發現到其實。個亞星本身佢咩？佢本身好似係做維修業執垃圾嘅啫嘛。但係佢中咗六合彩之後，佢竟然可以飛黃騰達，仲有錢去移民。你諗下，呢一個會唔會係我哋成日開口埋口所講嘅一個福德，一種嘅福報，或者西方嚟講一種嘅恩賜咧？大家可以思考下，咁多位觀眾。接住落嚟同大家講一個出名嘅例子，梁思浩。思浩佢有前世，有啲人話佢係白虎神獸嘅轉世嚟嘅喎。有一世佢自己喺直播零接觸有講，佢話佢自己係呢一個佛祖坐騎喎，做佛祖座下嘅一個靈獸白虎。佢喺天堂嗰度就負責做佛祖嘅坐騎嘅。咁佢就話自己有福報，因為佢話中咗2次嘅2獎，3次3獎咁樣，加埋都好多錢。佢自己佢話其實都係天注定㗎，你要買就買電腦飛，唔好指手畫，因為佢話每次買六合彩，你只要同上天應承，話中咗獎捐一半嘅承諾，咁就好容易中喎。係啦，思浩呢一個例子其實同阿星嘅例子幾似嘅，頭先我講。一個係藝人，一個係普通市民，但係個問題係你可以睇得到佢哋會唔會係命裏邊整定會有嘅嘢，始終都會有。佢哋嘅恩賜，佢哋嘅福德，其實喺佢哋出世之前已經決定咗啦。所以大家咁多位觀眾會唔會諗住其實，喂，六合彩中獎，我都想去買翻張搏一搏，試下睇下有冇運氣。相信講到呢度，好多觀眾都會問。咁聖經、佛經、道德經，無論邊一個宗教，其實有冇絕對嘅話語話要禁止賭博呢？但我睇翻好多經典，其實係冇一個明文規定話一定完全禁止賭博。但係大家可以試想下，如果大家沉迷賭博嘅話，咁會唔會又係一件好事嚟嘅呢？咁都係嗰句啦，無論咁多位觀眾、家人、朋友啊，大家都勸賭博千祈唔好咁沉迷啊！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你話求其試下嘅，開心下嘅，買1-2張無傷大雅嘅，咁好多人都會咁做嘅。但係你話真係買得太多或者沉迷晒落去，咁大家可能要諗下啦。咁樣嘅話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，大家可以喺後邊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
建設性留言啦咁大家可以再討論一下，究竟六合彩中獎係咪真係關前世今生或者係鬼神事？或者留言繼續討論六合彩中獎關唔關鬼神或者任何宗教事呢？或者有冇相關嘅朋友有類似經歷呢？係啦，下集再見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